这些日子。 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师娘，你们不是在盘都吗？小溪告诉我们你们到了盘都，说战将军昏迷不醒，我们立即就赶过来了。那詹北野他怎么样了？对啊，我哥哥他到底怎么了？死不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伤他非凡俗之力，重伤在骨，我已经尽力了。除非找到战家的蛇昆灵，你根本就没有好好给他医治。你这个人总是说话说一半，故意装出一副很高明的样子。你以为谁都稀罕啊？啊！主你肯定是觉得跟我五哥哥交情不深，根本就不愿意为他医治。说是什么医生，你根本就是徒有其名。主，告辞。五哥哥会没事的啊，我在呢。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怎么把自己关起来啊？一个见死不救的恶毒郎中，是时候该反省反省了。怎么见死不救了？若不是你把追兵引开，还替我们找个落脚的地方，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在哪儿。你很反常，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别动。放心吧，我一时半刻还死不了，只是我这身医术，怕是保不住了。之前和你说过，我这身医术无分技巧，无分内力。如今，这一半的内力越来越难控制了，恐怕再过不久，就真的像服药说的那样，变成一个江湖郎中了。你的五分内力来自于飞燕，太原宫变以后，韦一世子血脉仇坏王位，他便向你讨回是吗？可是，该死的人
还没死，这大仇未报。我要是没了这一身的医术，我和一个废人有什么区别？既然是交易，这代价就必须还。我陪着你一同面对。我们天煞是苦寒之地，委屈翼王殿下了。久闻天煞料峭玄奇，还说这万里冰原之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酷寒。今日到此，果真是开了眼界啊！天泉到盘都路途遥远，又极为险峻。所以平荣便先轻装而来，送给大哥的金银重器还都在路上呢。哦，也好。不过，既然是千里来拜访，自然没有空手而来的道理。我为大哥准备了一样小东西，一点心意。不成敬意。外面人多，翼王殿下里面说话。殿下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早就听闻这天煞烈王从宫中盗走了摄昆灵，又跑到了太渊。本王想着，这可是天煞的至宝啊，断不可落入贼人之手。本王就马上差人去寻。不容易啊，去了好几支精锐军，都有去无回。不过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在长汉山寻得此宝，这不，第一时间就给大哥您送过来了。翼王殿下有所不知啊，自从武帝带着摄昆灵离开天煞，这民间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此事，便传起了谣言，说什么摄昆灵有择主之神力。一旦选定了要效忠的人，便会伴在此人身边。王兄为此很是头疼啊。那如此说来，这摄昆灵对天煞王可是至关重要啊。那是自然，这天煞的宝贝都是本王的宝贝。这下好了，宝贝回来了。本王一定出面举荐你当太子。那平荣就谢过大哥了。本王得风风光光地办一个接宝大典，得让他们都好好瞧瞧，本王的摄昆灵，他回来了。哎。丫头，天气这么冷，你一个人躲在这儿，当心染上风寒。冷点好，人更清醒。对不起，全都怪我。
我喜欢那个明朗的你，我不想你被世间的磨难磨掉那样的光鲜明亮。可到如今，你还是变了。是我不好，我没能守护好你，没能为你遮挡世间的腥风血雨。你知道吗？我在长寒山的时候，也遇见了一个长孙无忌。那个人跟我说，武州他不要了，那些朋友他也不要了，他只要守着我。我当时就知道他是假的。长孙无忌是一个多么自以为是的男人，所以你不要老是自以为是的评判别人。我没变，也不会变。可是我会变。自从你出现以后，我就一直在变。有吗？每次和你在一起，好像都是我占上风，但其实每次输的都是我。丫头，我想要给你天下，我想要给你武州，我想要让你成为这个世间最快活的女子。若是你想飞，我给你天；若是你想跑，我给你草原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会带着你。好希望身边的人都跟我一样，能这么幸运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担心战北野，我和宗岳已经贯通了他的经络，暂时不会有危险。对了，你看这个，这不是我在长寒山捡到的？聚坤铃。武州圣战后，天煞留下了2个铃铛，被称作天煞双响，一个是摄坤铃，另一个就是这个聚坤铃。在千百年间，从未有人见过这个聚坤铃，都把它当做一个传说。没想到竟然被你在长寒山找到了。只可惜得到了这个，却丢了那个。摄坤铃丢了，也不知还能不能找回来。我的探子已经告诉我了，摄坤铃现在被长孙平荣拿到，而且已经献给了战南城。竟然被那个小人拿到了。看来得去一趟天煞王宫了。夷王殿下，请，请。请。
这无极太子不在了，大皇子就是最合适的继任人选了。不就是差个挑头说话的人吗？我去说。是啊，过几日便是王兄的寿辰，五州诸王聚集盘都，届时由我天煞提出立储之事，定然一呼百应。来，夷王，敬你一杯。请。怎么看着殿下不太高兴啊？那你说，要本王怎么帮你啊？有天煞出面拥立本王，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只是，如今正是国殇之时，谈论什么太子的人选，实在是不合时宜。况且这个皇储的位子由谁来坐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定下来的。殿下英明。不瞒殿下说，之前也从君父皇帝那儿听到了一些说法，说的正是太子之位指派的事情。哦，君父皇帝的意思是，天权的太子谁来做，他说了不算，朝臣们说了也不算，因为这个皇储得得到五州天下的认可。此话怎讲？当年无极太子从天门虚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命定之子，这事五州天下人尽皆知。如今谁若是想取而代之，怕是这道天门虚不得不走。你是说天门虚？正是天门虚。都下去吧。倒也不是本王自夸，我们天煞的这个天门虚啊，是贯穿阴阳两界的天眼皇权所在，里面有可怕的心魔幻境，那可是要命的东西。当年无极孤身独闯这天门虚，又好端端的出来了，所以这五州的百姓才会奉他为真命天子。如今若想要登上这太子的位子，恐怕也要历此一劫呀。你可想好了，这真要是进去了，指不定会遇见什么东西呢。久闻天煞王坐拥天下瑰宝，既然是这玄奇之地，毕竟就会有玄奇之法。平荣恳请大哥助平荣一臂之力。这些字画，恒帝比我懂哈，拿去，都拿去。臣弟谢过王兄。这长孙平荣还算识相啊，没摆什么大皇子的架子，礼数算是周全了。有件事儿，臣弟想不明白。这无极太子已经死了，按理说翼王是君父皇帝仅剩的血脉，这太子之位早早晚晚会是他的，又何必冒险闯什么天门虚呢？你说这长孙平荣傻不傻？不怎么聪明，是吧？一个资质平平、不怎么聪明的庸才，君父皇帝也未必情愿把五州天下交给他。你说是不是？王兄的意思是？没什么意思。他们如何不关我的事。反倒呢，我倒是希望翼王继位。这天权的皇帝自然是傻些才好，这样我们才能占到更大的便宜。他愿意折腾，就随他去，越乱越好。王兄英明，如此一来，即便是翼王说了得不到皇位，这天煞也还是天煞，王兄也还是天煞之王。没错，寿坤林借他用一用，不吃亏。
厉害了，学会单独行动了。我要救我五哥哥。嘘，我跟你是一伙的，跟我来。殿下为了借来摄昆灵一用，划给了战南城这么一大块封地，属下怎么都认为，这位天煞王胃口太大了，喂不饱啊。等本王真的从那天门虚里安然身退，登上了太子之位，这给不给，给多少，可就不是他战南城说了算的喽。战南城枉见天下珍宝，更是将这些东西视若明珠。天煞王宫中藏宝的银霜雀兵防最为森严，想必这摄昆灵就在其中。今晚长孙平荣要借摄昆灵一用，正是我们的大好时机。届时兵分两路，扶摇，你找到雅兰珠一起引开侍卫，无忌趁势偷灵，千万注意小心。这些年我行遍五州，各样的稀世宝贝也见识了不少。王上却说加在一起也抵不上您的私藏，这话恐怕有些言过其实了吧？那本王的银双雀，殿下看还是不看啊？这样，先前答应送到盘都的稻谷和小麦，都各自再加上一成。甚好。殿下这边请。请。装好各类机关，今夜可能会很危险，你跟着我别乱走啊。这边。殿下觉得怎么样啊？银霜一阙天下尽，北京寒宫冠五州。就如今看来，这诗中所言可不抵这眼前的半分呐。这话听得舒坦。殿下要借的摄昆灵就在这里。哦，且慢。王上考虑的果然是周全呐。哼，请。姐姐，这里防守薄弱，我们就从这里起。哎。快！我们被人发现了，快走！这是，又有不要命的东西闯进来了。快走！这边，快，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哼，就凭你们这点雕虫小技！竟敢来闯银霜阙！就是你偷袭我五哥哥，猪猪！
咱们不能回去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哥哥在哪儿。这边。想不到这个战南城看起来是酒囊饭袋，可这银霜却如此难记。对，这之前我还低估他了。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回来吧。给。你们，所以你今天陪我去银霜阙，只是障眼法？单就靠我们2个人的话，连这佘昆凌的影子都见不到。走了。五哥哥，你快看呐，我把佘昆凌给你抢回来了，你快醒醒啊！你要小心，别被这佘昆凌的寒气所伤。对，你让他离战北野近一点，摇3下，有了光点，然后再摇3下。好。你别急，让我来。小心，福小姐。福小姐，这个佘昆凌好像是假的，你让我看看。之前在太原，我背了他那么久。这个不对，猪猪，丫头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都让战南城给耍了，那佘昆凌是假的。一定是长孙平荣。长孙平荣，我更饶不了他。你要干什么？放开！你还想再去一趟银霜阙？我要拿回佘昆凌啊！咱们今夜为了拿到佘昆凌，煞费苦心，到手却是一个假的，这说明他长孙平荣并不傻，他早算到我们要去局，于是和战南城联手设下这个局。如今再回到银霜阙，无疑去送死啊！那战北野怎么办呢？啊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今天一定要拿回佘昆凌。你放开！过了！你不愿战北野死，那我呢？要我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？你和战北野经历的这一切，的确让我有从未有过的感觉。说来，战北野的确很容易让女孩子动心，比我热烈，比我直接，也比我更明朗。我每次看到你为他茶饭不思，着急忧心，我就希望当初陪你出生入死、背负痛苦的人是我，我甚至希望躺在那里的人也是我。如果躺在那儿的人真是你，我恐怕什么也做不了了。我真的没办法再经历一次你的生死未卜。别。那真的那个，你放心，真的那个，本王藏得妥妥帖帖的，不到你要进天门虚的时候，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拿得到的。唉，我原本以为无极在格雅沙漠，孤身一人，必死无疑，借石化病造了个假无极，昭告天下，天权太子已去。谁知道啊，世事难料。那小子命大，居然侥幸逃生。他没有及时回天泉，而是到了盘都，我就知道那小子
他没安好心。以往料事如神，告知及时，本王才好换上假的摄昆灵啊！哈，否则这无极啊，的确是有点小聪明，但终究还是自负了些。他太低估他要对付的人。这10几年来，我跟那小子斗了这么多回，就他那点小小的心思，我早就猜得七七八八了。那殿下今日干嘛不趁机弄死他？他彻底死了，不就没人和你争夺天权太子了吗？如果那小子发现他偷回去的摄昆灵是假的，他会怎么样？他是你弟弟，本王自然猜不出。那如果他唯一得回摄昆灵的机会就是3日后的天门虚，他会不会去？你再让我想办法，我去查一查，看摄昆灵是不是真的在长孙平荣那儿。无忌，我刚刚得知长孙平荣要闯天门虚。天门虚，天上的天门虚纵观阴阳，是极尽玄奇之地。月圆之夜，更是幻境大门破开之时，届时天门虚内诡计丛生，幽冥暗魅无处不在，着实令人生畏。当年你孤身闯入天门虚，被五州百姓奉为天命之子，看来你哥哥对这个称号已经蠢蠢欲动。他就那么急着去送死？我这个哥哥虽然鲁莽，但是他既然决意要闯天门虚，就一定有十足的把握。天门虚并非无懈可击，只有摄昆灵可以破解里面的阴阳玄奇之力，所以这摄昆灵现在一定在长孙平荣手里。长孙平荣在天门虚，你决意要闯天门虚，这是救战北野唯一的机会。你可知道，天门虚内凶险异常。可是跟战北野的命比起来，这些凶险算什么？好，我陪你。你是想借着无极太子的手，帮你去对付天门虚中的心魔幻境？这招够阴险，你这人还真毒啊！不敢当，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天选之子。正好借这个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你长孙无极到底有什么能耐。吴哥哥，就算没有什么摄昆灵啊，我一定会救你。你放心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你看我这样给你按，舒服吗？肯定很舒服，对不对？那你好好睡，好好休息啊。你看你睡觉的样子，真可爱。我再多给你放松放松。今日奴才奉君父皇帝之意，特来为您助威。劳烦父皇惦记啊！今日攻城之后，我便立刻回城，向他老人家请安。那便是好。殿下能够遵循陛下的旨意，勇闯天门虚，君父皇帝甚是欣慰。临行前还特意交代，殿下当真能如无极太子一般，安然从这天门虚离开，那便是上天的安排。若是天要立处，便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拦。平荣，明白。恭祝翼王殿下凯旋。
五哥哥，你别吓我。宗神医说你一定要把这个药给喝进去啊，一定要喝进去。怎么了？他们都出去了，怎么了？他们都去哪儿了呀？是不是战将军出什么事了？啊？他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帮忙的，猪猪。你不用帮。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，要不然我陪你吧。啊？你不用陪我。真的吗？老兄，日月告兄不用其行，此日而食，于何不臧啊？王兄，月中15出现如此异象，看来今日这天门虚里当真要有奇诡异象出现了。恒帝向来精习天象，他说的话自然不会有假。翼王殿下打算什么时候进去瞧瞧啊？再等等，再等等。那个草包怎么还没来？时机未到，他当然不会出现了。时机？你不会是说，他想让你先解决掉天门虚里面的危险，然后他再来捡个便宜吧？你说的没错。无耻！眼下最重要的，是把镇北野的佘昆凌给抢回来，那可是他的命。我看这天门虚里面，也就是一些石头。哪有什么危险？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我当年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与现在眼前的景象并无二异。当初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，便平安归来。不会是虚张声势吧？怕是没那么简单。无极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扮成我的样子？这句话该我问你。扶摇。果然是天门虚，该来的始终会来。来，早就知道见你不须多费唇舌，只是你我本是同根，何必如此无情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